想喺週末來趟輕鬆小旅行，惠州惠城區絕對係好選擇。呢度有靚景、美食同歷史文化，喺香港出發車程2粒鐘極速抵達，話走就走。惠州有好多值得到訪嘅景點，漫步西湖、湖光山色盡收眼底；探訪蘇東坡故居，沉浸喺濃厚嘅歷史氛圍；打卡文青咖啡、惠州植物園，品嚐地道惠城美食。夜晚仲可以衝去水東街掃夜市，食盡街頭風味。永東巴士每日有24個班車往返香港同惠州，香港上車點有旺角油麻地、尖沙咀中港城、觀塘 APM、鑽石山荷里活廣場、沙田希爾頓中心、香港國際機場、香港迪士尼樂園，經蓮塘口岸直達惠州金聯酒店、惠州康帝國際酒店、惠州城市候機樓，輕鬆又方便。即刻上永東售票官網 book 位。呢個週末一齊嚟惠州惠城區，發掘隱藏版嘅旅行樂趣。